那代替的司机员伫进前就发动讲，伫中秋甲双十连假因无要加班。严格昨在20个工会干部和交通部长王国材进行闭门会议协商，双方尾也有达成共识。工会即马是表示有接受部长上大善意，所以因已经宣布中秋无要加班的行动会慢车座会暂停。那交通部嘛已经对外表示，中秋和双十连假代替会正常营运。就台铁行车安全跟司机员驾驶安全这一方面呢，他做出最大的承诺，他会督促台铁就行车安全上的所有议题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们都会去全力去督促的话，那我们就接受部长他这一次的一个心意啊，那我们会暂缓中秋节不加班的问题。工会提出来诉求包含自主管理津贴爱法制化，那新车故障的问题嘛爱改善，而且嘛要求爱成立行车安全委员会，而且爱有司机员加入，做伙来监督代替的行车安全。虽讲即届无要加班的危机已经过去啊，严格工会嘛讲，总共交通部代替无照片照行，安尼明年元旦挂牌了后，因同款的继续抗议。